各位老友記，你係咪試過喺三更半夜，全世界都仲喺度發緊夢嘅時候，你突然之間對眼噗一聲開咗，之後就眼光光望住個天花板，點樣瞓都瞓唔返？呢種感覺係咪好難受、好挫敗？我知，特別係各位行到60歲、70歲呢個年紀嘅老友記，睡眠質素好似變咗一件好奢華嘅事咁。好多人醒咗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摸部電話出嚟睇下幾點。或者擰轉頭望下個鬧鐘，心入面喺度計住，哎呀，而家先係凌晨3點，我仲可以瞓多3個鐘，或者死啦，4點零鐘就醒，聽日實冇精神。我想同大家講，如果你喺凌晨醒咗，千祈唔好睇時間。呢個動作好似好平常，但其實係毀滅你睡眠質素嘅最大元兇。今日我想同各位60幾歲、70幾歲嘅老友記心情對話，講下點解我哋半夜早醒嘅時候，有3件事係絕對唔可以做嘅。如果你想返嗰種一覺瞓到大天光嘅幸福感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，因為入面講嘅每一個細節都可能係幫你解決失眠困擾嘅關鍵。我哋先嚟講下點解我哋呢啲老友記到咗60幾歲之後，睡眠會變得咁脆弱，其實係有科學根據嘅。隨住年紀增長，我哋大腦入面分泌嘅褪黑素會慢慢減少。你諗下，我哋20歲嘅時候，褪黑素分泌得好旺盛，就算喺側邊打鑼打鼓都未必醒。但到咗60歲之後，分泌量可能得返後生仔嘅1/3，甚至更少。所以我哋嘅睡眠變得好淺，少少風吹草動就會醒。醒咗之後，如果你處理得唔好，你個大腦就會即刻進入戰鬥模式，咁你就真係唔使指望可以瞓返。第一件絕對唔可以做嘅事就係我頭先提到嘅睇時間。點解唔好睇時間？好多老友記話我睇下幾點啫，知下自己仲有幾耐可以瞓，咁樣我個心踏實啲。咁其實啱啱相反，當你喺凌晨醒咗，你個腦仲係處於一種半夢半醒嘅狀態。如果你呢個時候睇一眼個鐘，見到係凌晨3點15分，你個大腦就會即刻開始做數。你會諗，我昨晚11點先瞓，而家先3點零鐘，我淨係瞓咗4個零鐘咋。聽日我要去飲茶，又要去公園散步，唔夠睡眠，我會血壓升，會頭暈，又係飲蟹。你睇下，就係因為睇咗嗰一眼時間，你個大腦由原本休息嘅狀態，瞬間變咗一個計算機同埋焦慮器。呢種焦慮會刺激你身體分泌皮質醇，即係所謂嘅壓力荷爾蒙。皮質醇一升，你個心跳會加快，體溫會上升。呢啲生理反應全部都係同睡眠背道而馳嘅。你越想瞓，你個腦就越清醒，最後你只會眼光光望到天光。所以各位老友記，記住我呢句：半夜醒咗，無論你幾想知幾點，都唔好去睇。當你自己唔知幾點，你嘅焦慮感就會大大降低，反而更容易自然咁入返夢鄉。第二件絕對唔可以做嘅事就係開強光或者睇電話。好多老友記醒咗之後覺得反正都瞓唔返，不如攞部電話出嚟睇下 WhatsApp 或者睇下新聞，刷下短視頻。呢個動作係對睡眠嘅自殺式襲擊。你要知道，我哋嘅眼球對光線係非常敏感嘅，特別係電話屏幕嗰種藍光。藍光會直接欺騙你嘅大腦，令大腦以為而家已經係朝早，太陽出咗嚟嗱，於是大腦就會停止分泌剩餘嗰啲少得可憐嘅褪黑素。就算你唔睇電話，如果你起身上廁所，將房入面盞大燈啪一聲開到最光，效果都係一樣。強光會令你嘅生物鐘即刻重啟。好多老友記話，咁我半夜要去洗手間，唔通摸黑行咩？跌親點算？當然唔係叫你摸黑行，我建議大家可以喺床邊或者走廊裝一啲暖色系、光線好微弱嘅感應小夜燈，嗰種昏暗嘅黃光對睡眠嘅影響最細。記住，喺半夜，光線就係你嘅敵人，保持昏暗，你嘅大腦先會覺得仲係夜晚，仲可以繼續瞓。第三件絕對唔可以做嘅事就係夾硬留喺床度死磨。呢一點可能好多老友記都唔理解。你會諗，我唔喺床度，我可以去邊？失眠唔係應該躺平咩？其實如果你醒咗超過20分鐘，仲係覺得好精神，完全冇睡意，呢個時候你繼續留喺床度轉身嘆氣，心煩意亂，你其實喺度訓練緊你個大腦。訓練啲乜？你喺度話俾大腦聽，床就係一個焦慮、清醒、唔舒服嘅地方。喺心理學上，呢個叫條件反射。如果你每次失眠都喺床度苦苦掙扎，久而久之，你一見到張床
你個腦就會自然咁緊張。所以如果你真係醒咗好耐，完全瞓唔返，我建議你溫柔咁起身，離開你張床，去客廳個梳化度坐下，唔好開大燈，可以聽下啲好輕好柔嘅音樂，或者隨便翻開一本好悶嘅書，甚至係嗰啲超市特價傳單都得。總之做一啲唔需要動腦筋、好枯燥嘅事，直到你個眼皮開始打交，覺得有睡意啦，你先再返返去床度。咁樣做嘅目的係要重新建立床等於睡眠呢個連結，而唔係床等於掙扎。講完呢3件唔可以做嘅事，我想同各位60歲以上嘅老友記傾下心底話。其實隨住年紀大咗，半夜會醒係好正常嘅生理現象。你唔好覺得自己係咪病咗，或者係咪老咗就冇用。其實我哋祖先喺原始社會嘅時候，長輩半夜醒嚟係為咗守護部落嘅安全史。所以你要先學識同呢種早醒和解，你越係驚佢，佢就越係纏住你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平時嘅生活習慣都要調整下。例如，你係咪習慣下晝瞓返個晏覺？好多老友記下晝一瞓就瞓咗2個鐘，甚至3個鐘。你諗下，你成日嘅睡眠額度就係得咁多，你下晝用晒，夜晚梗係會早醒啦。如果你真係覺得攰，下晝瞓20分鐘至30分鐘就夠啦。呢個叫能量睡眠，可以幫你提神，又唔會影響到夜晚。仲有晚餐唔好食得太飽，特別係唔好食太多利尿嘅食物。如果你夜晚飲好多湯或者食好多西瓜，你半夜梗係要起身去廁所啦。一旦起咗身，再配合埋我頭先講嘅睇時間、睇電話，你就好難再入睡。所以晚餐要清淡，水分嘅攝取盡量喺下晝完成，夜晚就少飲啲水。各位老友記，睡眠其實係一種情緒，你心情平穩，覺就自然會嚟。如果你成日擔心自己瞓得唔夠會病，呢種恐懼本身先係對健康最大嘅傷害。你要相信自己嘅身體，就算今晚瞓得少啲，聽日補個短覺或者靜坐下，身體係會自我調節嘅。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：順其自然，心安理得。半夜醒咗，唔好焦慮，唔好睇鐘，唔好睇電話，你可以試下喺腦入面做一啲簡單嘅放鬆練習，例如由100倒數到1，或者想象下自己喺一個好平靜、好陽光嘅海灘度散步，慢慢你就會發現睡眠其實冇咁難。我真心希望每一位睇緊呢條片嘅老友記，今晚都可以有個好夢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記，大家一齊健康，一齊享受晚年嘅美好生活。我哋呢個年紀最重要就係開心同埋健康。記住，凌晨醒咗，千祈咪睇時間啦。其實講到尾，長者嘅睡眠問題唔單止係生理問題，好多時仲係心理問題。好多老友記到咗60幾歲，仔女都大晒，原本應該係享清福嘅時候，但係偏偏心入面有好多牽掛，牽掛個仔事業順唔順利，牽掛個孫返學聽唔聽話，甚至牽掛緊聽日去買限嘅物價。呢啲心事往往就係半夜3更將你叫醒嘅鬧鐘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法，叫放低。每日臨瞓前，你可以攞張紙出嚟，或者喺心入面默默咁諗，將你擔憂嘅嘢一項一項咁列出嚟，然後同自己講：呢啲事我今日已經盡咗力啦，而家係我休息嘅時間，剩低嘅嘢交俾聽日嘅我去處理，俾自己一個明確嘅心理暗示，話俾潛意識聽，而家係安全嘅，係可以放鬆嘅。另外，我哋老友記可以多啲做下戶外活動。我發現好多睡眠質素唔好嘅老友記，平時都好少出街，或者係全日都留喺室內。你要知道，陽光係調節生理時鐘最好嘅工具。朝早去公園行下，吸收下陽光，你嘅大腦就會知道而家係白日。咁樣去到夜晚，褪黑素嘅分泌就會相對準時同埋充足。如果你發現自己長期失眠，試過晒所有方法都唔得，都唔好自己亂咁食藥。而家醫學咁發達，你可以諮詢專業嘅醫生，睇下係咪有其他身體原因，例如睡眠窒息症或者係藥物嘅副作用。總之唔好自己一個人抗爭。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半夜醒咗之後嘅嗰3件事：第一，唔好睇鐘，唔好計住自己瞓咗幾耐；第二，唔好開大燈，唔好玩電話，保護好你微弱嘅褪黑素；第三，唔好喺床度死磨，有需要就起身做啲悶嘢。只要你做到呢3點，你嘅睡眠質素一定會有顯著嘅改善。生活就好似一場長跑，我哋行到60歲、70歲已經跑咗大半程，
最重要嘅唔係衝刺得幾快，而係跑得幾舒服、幾自在。好嘅睡眠就係我哋嘅加油站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重視睡眠，但唔好焦慮睡眠。大家加油！今晚祝大家一覺瞓到大天光，發個好夢。我哋下次再傾。